市长委替主席透过传统的祭仪，祈求安平再生水厂建设顺利平安。根据了解，该水厂中央甲地方合作投入36亿，目前结构体工程已经接近完工。所以市长2号向前线伫neu条顶面锁螺丝，并且甲所有参会民代贵宾伫neu条签名，希望工程顺利伫10月来完成。今天要上梁，表示说它的工程进度应该要超过50%了。那表示一切也都是按照顺序来进行。我们希望说这个再生水处理厂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，尤其安平再生水厂它的这个水质处理的等级，可以处理到等级非常高的，适合制成用水。那我们觉得这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，也希望借着安平再生水厂的应用，能够让台南将来在发展经济兼顾民生的时候，或是发展民生兼顾经济的时候，都能够不虞水源的匮乏。因为去年出现前所未有的欠水危机，所以再生水厂的设立，伫当初动土时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专程南下，主要要求加紧脚步，将污水变成清气的水来利用，甚至是要供应高科技产业的水，而且除了水厂，也包括环境教育中心、供线甲高阶处理的设施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